HIMSS 美国医疗资讯甲管理系统协会于1961年成立，主要提升全球医疗机构资讯化的水准，推动资讯技术伫医疗领域的应用，改善医疗的品质，制定一套医疗质量的评估模式，以着形容医疗机构伫数位化转型的程度表现，分做0到7级。台南市立病院日前通过6级的认证，是台南市第一间通过该认证的医疗机构。我们是在今年通过了这样子的一个第6阶电子病历导入模型的第6阶。那目前呢，在台南地区呢，我们是第一家首先通过的。那这一个认证系统呢，那将来健保署在去年已经通过跟这一个机构的一个这个合作，来这个开发这些医疗指标以及品质的认证。那所以呢，我们医院呢，首先在今年通过，那相信在未来我们也会朝向更进一步的使用这些资讯科技，那以及跟这个 HIMSS 合作呢，来达到这个促进医疗品质以及这个照护品质，那降低人员的工作量，那确保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实施，那增加效率。那同时，我们也会在治安以及这个资讯系统的这个韧性方面，达到更好的一个标准。那以及这样子能够顺利推展我们的健康照护品质。台南市立病院副院长吴兴贤表示，6级的认证主要以着临床的照护甲病人为中心，将工业内面的闭环管理应用伫医疗的系统，不管是智慧病房、电子的病历，或者是药剂科智慧的调剂等，拢会用透过资讯闭环的管理来降低人为的疏失。这一阶的认证呢，最大的差别就是所谓临床的闭环管理，就是把工业里面的闭环管理引进到医疗系统来。那所谓的闭环管理，就是在这个我们所实施的这个医疗过程方面呢，我们每一个步骤把它拆解，那每一个步骤利用这个条码以及扫描，然后能够来辨识这个病人、药品、资讯以及这个操作的医护人员。那利用资讯科技做一个非常完整的记录，那也利用资讯科技做一个检核，那甚至可以这个检核出来这个措施，那及时这个纠正以及改正。台南市立病院积极推动医疗数位转型，持续引进先进的技术应用伫医疗的领域。现在通过6级的认证，未来将挑战上悬的7级，积极提升医疗服务的品质，甲着病人的安全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